是看好看地位。那你就去出家就好了。这一那，也哪个传音？哎，你要自动记的，自动叫的。哎，你真变软的面。对。三姑娘马冲啊，心莫开哟，莫冲我的心唔爽，老热倒你台，熬夜穷下来。所有的主持演员哈，我上到都有一种福利。哎，你有慢讲？系啊哈，那制作单位对我一好的，对吧？你看走了一个人妻，嘿哈，来了一个太顿的，哦，好，可能最近怀孕的哈，专业讲的哈，也了安排的项目，按照对，对吧哈？准可以噶，准多可以噶。配合啊！你看刚，用手对吗？对啊，这样画面多协调哈。嘿，爸爸戴帽耶，差唔多吧？也做得嚟，也做得嘛哈係啊供量就都供的高了。其實對，我們言歸正傳，正經好吧正經言歸正傳。今天為什麼哈？做嘛我搶起來，對吧？啊，今天這最主要是推板，係推板重要人物推板啦，槍矢推板啦，係啊，因為我們的吉娜。做埋。吉娜。哎呀，不，吉娜真的，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有时候人有旦夕祸福啊，啊，跟树啊，粉碎性骨折了，蛮严重的。我还以为是他自己躺着说，起床骨折了，不是，哦，结果不是，是因为说哦摔车啊，结果哇，冇注意啦，冇注意啦。对呀，没注意啊，哇，这个好，这个是还好，就暂时就是有去看医生，然后有稍微修理一下啊，整理一下，应该不知道，希望他用完一直不要。嘿，来我哥，你今天笑容冇空样哦，你比平常笑的还大力，讲话的速度不一样。哦，今天好灿烂啊！而且连老师们奏的音乐都不一样。真的，这样讲好了。你刚刚这样讲不对啊！祝吉娜早日康复止哀嘞。康复以后再回来。一般来讲呢，人家医学常识，粉碎性骨折要8个月以后。哦，8个月，恭喜你，恭喜你啊！签字了，他中案有。对，恭喜你！那我们这8个月就好好相处一下，好好相处一下，对不对啊？希望他另外一边也可以躺着，然后。不要这样了，真的哎，吉娜真的祝你这早日康复，真的。这个，哎，笑到哭了。我都还没介绍你们呢。这不过刚刚那个小康老师也说啊，如果换你的话，这个我们服装老师会比较省事一点。青山不按难情啊。不过我跟那个吉娜也是配合的默契非常的好，而且她又是非常棒的音乐人啊。真的，如果她一直在节目当中，哇，一定会创造出很多很棒的一些惊奇给大家看。对，真的。哦，今天安尼还6场积分赛了。冇錯。先介紹評審先生，好，介紹。齐德比先生，齐斯蒂先生，总丁叶先生，尤德皮先生。那比賽之前，我相信人家大概要當緊張。本他個表演強爽啊，彈後彈嘅歌曲。真嘅。也邊應該啲嘢天台杜方接又介紹嘅歌來本介紹。兩年呢，做嚟講呢，也算係你嘅金曲歌王。係，其實你為講係你嘅金曲獎。哦，那叫天個嘅。天個嘅，差唔多啲係後背3-4個左右。哎，你嚟過啊？你嚟過？係要啦，係要啦。後背3-4個，係，啊要得獎喎。
你比谁肯评，嘿，就是一种荣耀哎。来，介绍我都满意呢。那个陈碧仪，好，带你们开讲。同一本客家调。好，看看啦。台北客家人聊聊嘅鄉情，水茶煙流花不盡，茶山水田景思甜，桂花釀咖啡，文化又重新。水茶流煙啊流。台北新合作，年輕少女真情愛痛。台北新故鄉，台北新故鄉，香火上傳國泰，有命安。山水田景思甜，桂花釀咖啡，文化又重新。白葉流淚鬧那煙路，娘孫流淚線那。台北新合作，台北新合作，年輕少女真情愛痛。台北新故鄉，台北新故鄉，香火上傳國泰，有命安。慧茹你好，你好，哥哥好，你好，哎呀好，这次出新专辑啊？還忙，這個準備啊。你單曲呀？一係一位參加台北市嘅客家文化園區的那個主題曲的徵件啦，比賽的提名嘅歌曲。第一張專輯做的時候，我唔會講客家話，唔會講，就是跟大家一起學習。你知道亮黑董後非常好玩的。沒關係啊，其實這個慢中出細活嘛，對不對？這個慢慢做出來的東西，搞不好會有更棒的，對，這個成績，某一天啊，對嗎？哎呀，對啊，而且你看剛剛講的國語啊，真的就是把那個客語的字都很咬進去耶，你就很聽得懂，佢搭撕裂超嘛該東西。其實我知道你係因為我媽媽有堅持哦，我會按用去做歌曲。按油好。
这个客委会跟这个文化部要多50万。开玩笑，动车。对啊，那希望要条国外这个是描述台北公园嘛，对，主题公园。其实就会按用台北係按用當到無共樣嘅原鄉嘅客家人，一起聚在這個都市。你地方係按困難去講客家話，尤其係這樣的一個這麼多的語言聚集的地方，然之後就會有嗌到去鄉下來都台北來衝，佢哋會客家嘅歌曲，講客家話，鄉下來發揚。好，安尼今日唐多年後堂嘅歌曲，但是很麻煩哦。我們要麻煩他坐在旁邊當我們客座教授，好吧？等下唐一下那參賽表演都很厲害，都很會唱。好，個個都身懷絕技。希望都得互相指教啦，互相交流，互相對音樂人都互相交流，好吧？加油！好，那請回座休息，韓子師，謝謝。什麼？積分水比賽規則，逐禮拜有無同樣嘅主題，參賽者自家選歌嘅，經過6禮拜嘅比賽，累積分數最高嘅前3名，就做得進入到年冠軍嘅比賽。安尼，我們要給重提了。嘿，比賽要來開始了。開始先講一下規則。好，我們聽 Annie 來有請 Annie 嘅準備先生，來 Annie 來講評分標準。好，今日第3個禮拜哈，當精彩哦。但禮拜主題很多，人生時光機。用翻英講啦，唔可以哈。個時愛講真，人生時光機。哎呦，這樣可以嘛？這樣咪好。時光機咩時光機哈？譬如講上個禮拜看到吉娜，你使唔看到於娟？哦，時光就是會這樣子。下禮拜我看到乜嘢？我就唔知咯。唔知哦。喺因為像客家電視台有上次播小叮當嘛，行一版嘅，吼，哆啦 A 夢啦。主要講人生時光機，今日主題搶先一首歌曲，獻本過去也係未來嘅一家，好嘛？安尼有想象啲嘛？譬如講過去用版型人想用一首歌曲來代表，可能係過去有一段感情，喺未來係希望。從行得到客家歌，用擺一家來分吼。當然，你都有集團呢，情感情，係你評分最重要一點。吼，創出嘅感情，同你講，過去嘅你，也係未來嘅你，係用擺嚟一家，加油！哦，什麼 Annie 嘅這裡是啥？很有意思。我曾經去上過一個課，那個老師給我一個題目，說你寫一封信，寫給10年後的你。我國小畢業也寫，也寫啊，對啊，對啊，因為我從來沒讀過書的，寫給10年後的我，怎麼寫？未來，可以幻想。嗨，你好。10年後的我。好啦，你這來夾這樣嘅比賽。好，來比賽 TV 有唱到。TV 有唱到嘅係你嘅連素妍，我帶來嘅歌曲係雖然。好嚟，彈佢啦啊！人生似夢到人邊，月下長平日相見。一冠寄生。
素颜几几年好啊？嘿呀，让我想要唱一听水言呐。上到頭擺嘅藝，用白讲，頭擺嘅藝後，比較會為情所困。哦，他有感情啊。就愛到較慘死的嗰種係嘛？哇，愛就愛得要死。麥雞是有咧，真的哦。愛也有咧，然後跟住嘅兄弟姐妹之間呢個感情沒有，韓國老爺愛嘅同旁是有。父母情，也有。朋友情。所以咧，所以你現在條歌嘅演員咧嘛嘅。希望自家未來能夠凡事看好淡定嘅。哦，天本地雷嘅自家啦。哦，那你就去出家就好啦。唔用你啦，係出仔咧。啊，出仔啊，係啊，出財神地位較好，是咪啊？心情較好啊，看沒有野性，哎，對啊，也對，你看，對啊。这比較溫馴啦，溫馴。就像牛跟馬有沒有？他們只是吃草，你看吃得這麼壯，但是都沒有像那個老虎、獅子，它吃肉的，哦，那個野性啊，對。牛點啊係牛啊？牛啊？係啊。係啊。係小牛啊。小牛啊。哎呀，嘟嘟好有色彩啊牛。都是多色彩啊。啊，老哥又有關係咯。你太牛啊！太牛啊！係啊。對啊，對啊，大牛比較難啊！冇太牛啊，人道。人道。係啊。係啊，即講到比如而家條歌講到未來嘛，啊，咩都係想到頭擺嘛，嚇，頭擺。其實一開始我想到頭擺一條歌嘅，我會想到那個尹永瑞嘅。尹永瑞不可以。我一個永紅來去咧。嘿。你下做唔得咧。做唔得。哎呀，你有乜點啊？做唔得咯。電視台我唔好講嘅。嚟，你唱出嚟唐先生嚟講。好，分享你嘅這位先生。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讀到，雖然這公平的世界，我要本意當到鼓勵，我希望現場朋友給素顏姐姐掌聲鼓勵。謝謝。佢即家一天唔抵講，第明州海闊天空，雖然佢會唱到真勁當好，也去當足。明州海闊天空，雖然。喺講一天來講到唱無嘛好嘅地方，喺講你係你強用啲電鼓嘅，譬如講兩邊嘅真鼓都夾夾，落鼓也係伴奏，因為容易平常啲練鼓冇強用，都伴唱帶練嘛。來 live 嘅時節，小康老師你出去彈，好 race 就出去彈，三號嚟講開出嚟啊！今日啲阿叔講叫愛吃到啦，愛吃到比以前都唱得還好。好，加油！好，那看一下大家分數。好，你強翻嚟看林素妍嘅分數。這首歌我要獻給一個人，係馬莎帶他的照片來。好。假設有來世，唔驚你變心。這個歌的親人就代表愛的表演該那親人可以爬上來。哎，故事講得亂七八糟。看一下大家分數。好，你強翻嚟看林素妍嘅分數。91分，謝謝。好常人高，我都拿唔到那種分數。真嘅，謝謝，謝謝，謝謝。啊，3號的這位很棒。好，來，介紹王子嘉帶來嘅歌曲係少年時代嘅夢想。好，來彈我啦。在
向浪嘅彼行，踏到熱血紅向風亮，對腳逆頭多氣多轉是夢。春天ที่ลิงสงโซแบงส่งต้องแสนจอngày mơ hàng tô sông lê ghép phồng hương sân lốc xịt nét anh gia đặt san đèn phố ngày mơ hàng tô sông lê ghép phồng hương mi mi sân cô sắc kêu tô chết mơ夢想，壓實踩最燦爛嘅飛鳳，力單敢衝挑戰失控，建築回憶掉掉的的搖擺，拍自己女。塵灰，擁埋爛吧，狀態。ngày mơ hàng tô sông ghé ghép phồng hương, sân lốc xịt mệt anh gia. Sân cô sắc kêu tô chết mơ最真誠嘅實法。Pastor
子甲，哎呦，你是个摇滚的吼，真的，哎，一条歌你这样创作的，你是台嘅湾學中下。哎，唔是唐歌，嘿，你即個寫嘅，你用唔上嘅寫了首歌？有一首歌按到少年時代嘅夢想，嘿意思就係人嘅學生嘅時間哦，小時候的時間就是有很多，你家當然就是意思你。但係呢個係講高中時節嘅東西啦，就是講高中其實你嘅青島嘅機會啊，青島嘅同學嘅想法啊，可是就是說你大學啊，你出社會之後，發現就破滅了，這樣子啊，很多時候小時候都會肆無忌憚說，我朋友我就可以，我想要恣意妄為，天馬行空這對，樣，發現說，這些朋友也不見了，這樣，就是每個階段的每個朋友其實都很重要，就是我們其實要好好珍惜我們身邊的朋友。那愛嘅歌嘅最後一段就是說，你莫變到相愛嘅英雄啊。但係冇要緊啊！你現在還有的朋友，你現在還有的事情，窮下叫啦！啊，哭完之後我們就，一起再哭，繼續往前哦。其實每一個階段都很重要，但是你看都懂重要。在我們客家界也是有每一個階段一直想要發揚客家人。你看第一個階段像吳勝志老師，對嗎？黃連玉老師哈，他也是就是標榜像現在很多你們這些很棒的音樂人，就是標榜我就是要發揚客家文化，我就創下個母語。我喺香港也是老太家都分享。對啊，好，希望也繼續下去，好嘛？加油！冇問題。好，加油！好，來，世慧老師。這家其實我同欣賞創作嘅東西啊，你去甲創作也幾擺，你就帶啲去甲創作來，其實我吃到有一種新鮮感，然後也有很特別的一個表現法。尤其係對 rock 這樣的音樂哈，我一直都很喜歡。不過呢，因為搖滾按啲東西也好，也係你想要表達嘅事情也好，其實人的心情應該係會隨着你想要講法嘅氣度稍微有一點點的層次。所以我希望你的表達方式反而是有層次。尤其我很在意，剛剛兩位先生啲啊順行，一直講嘅其他的話。他們的觀點，可是我的觀點反而落在你的第三段的層次感沒有做，我就覺得很在意。好，我會覺得很在意。給團的二沙在最燦爛的輝煌，給團好亞團的部分，我覺得那個層次應該再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感覺會更好。好，所以搖滾喺冇唔錯，它是應該有一定的 power 跟它的力度跟它的音壓。不過呢，有賞是來轉來再送出去，這個層次的話會更吸引人。好，安子生，好，是冇事嘅現場。好啊，嚟看一下大家分數，好唔好？好，咁我嚟看黃子嘉嘅分數。係啊90分。真90喎，嚇！哎呀，唔怕，這個唔怕。係12禮，我相信佢好不順利嘅同學，係。好，好咧，嚟向我介紹下一位嚟。係。希生比，沒有，希炳生哦，冇對到對面啊，佢唔想冇做爸爸，你好長都冇做爸爸，但係呢首歌叫你要下潮喎，哦，嚟彈緊啊！經會輸，來當扮出皮中氣，氣上去蹦蹦蹦，一塊按的音響，我敢冇啥冇相關，對着五號開始上，愛用是錯，可是咧，上也下冇是痛就痛下，韓國是種愛聽到，聽到愛有下手喲。心夢已快夢中，愛有下手喲，抽山的起沙去，上下，去到慢慢做夢下，慢是來去掉難有。按照頻率，來當扮出皮中氣，氣上去蹦。
蹦蹦，一个啊哦安的人样，莫干莫啥莫相关，对对唔好该思想，爱用是错错错，可是嘞，穷呀哈莫是痛，痛就痛哈，韩国是穷爱听到听到，听到啊有哈所有，心梦你该保重，啊有哈所有，错散的起沙古，上哈，天空慢慢错梦哈，万事那一流，南有一六三四啊六三四三六三四啊四六啊办公桌一六三四六三四三六三四六，糖豆啊有哈所有，心都是袂通常，啊有哈所有，错上的起沙古，一两，天天歌曲的节奏，听落啊心里好，啊有哈所有，心都是袂通常，啊有哈所有，错上的起沙古，上哈，去到慢慢错梦哈，万事那一条难有。哎呦，没了。哎呦，断得这么干脆。挑配的，主持人好，是没电了啊。哎呦，你看，我刚才以为那个佘伟老师说，以为这首歌是要献给那个吉娜老师的。这首歌我要献给一个人，哎，马上带他的照片来。哎呦，哦，也你呀？这个是我高中时候的照片。哇！我大三那时候有将近110。那时候超大只，我其实从小就是一直很大只长大。然后到那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其实是读书读到，然后作息不正常。然后那时候去做健康检查，他就说我那个肝指数过高。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说我这样子不行，我一定要做一个改变。对。然后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第一天我就去操场跑步。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跑。我就穿牛仔裤，然后搭那个帆布鞋，我就去操场跑，然后大概跑半圈，我就死在那边，真的，然后就是，但是我觉得不行，我一定要2天3天这样子一直做下去。后来我就大概1年左右，我就大概体重掉到95左右。然后也是因为那时候我开始爱上跑步，也开始尝试很多不一样的运动。后来我就连续参加了好几年的马拉松。哇！对，最长跑几公里？我跑完3次全马过。全马是几公里？42公里。42公里哦，这太恐怖了。我们骑脚踏车骑42公里就已经，跑步跑4.2公里都已经觉得快死掉了。厉害哦！这佩服，不简单，真的不简单。所以现在这首歌就是想送给大概10年前的我。够一边嘞。所以现在瘦到几公斤了？现在也大概90左右，但是因为我有上健身房。所以有练重训呢，肌肉比较重嘛，对那很好，反正有运动都好，人就是要动，好吧？好，来，他看一下那边欣赏，给你个飞仪欣赏。好，冰胜，我觉得我们很喜欢很喜欢你今天这首歌，对。那一开始开口的时候，你就让我有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我就觉得，然后你整个人很放松，在这个歌曲里面。好，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整首歌都可以这样子自在，我觉得是很棒，非常 enjoy 在这首歌里面。对，谢谢老师，很棒。还有就是，我鼓励你，下一次你要转假音，爱堂听得出来你有一些的讲怕的。好，不要每次因为很害怕就丢在这边，就会虚掉。好，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突破。好，期待有一次听你在唱假音的时候，那个声音的亮度能够出来。加油，我觉得今天很棒。
好，谢谢。来个唱印尼嘅李先生为不穷。好，因为你喺创歌嘅比赛哦，艺术指导创歌嘅技巧，本意分享一下我嘅建议啊，就是整个在导歌你要进副歌嘅时节哦，我觉得力度可以再渐强一点，哦，不然的话第一段就会变得有一点平的。是很舒服的，但是可以再更加强。那韩国歌词有一段上下，那个反拍啊，上哈上哈，那个反拍你要再做的利落一点，还是说就让你运动一样啊，好，运动一样唱的会更好。还有1、2、3， 3，闭嘴巴。对，要闭嘴巴。以上是我的建议。不光你的动作，还有你的氛围是对的，就是继续加油。好，谢谢李先生。好，真的哈，对，今天感觉真的很舒服哈，大家各位感觉。係。啊，就看一下大家分數。好，聽下嚟看印尼嘅評審嘅分數。師傅。医文就会有时候去现场很奇怪的，连医生医文，你那个原因的话，你的声线、你的表达方式是棒的，是对的，但是我还是必须要站在制作端的一个立场来去看那个事件。如果在反向的这个律动方面，你的律动跟音乐根本是不合的，所以给你这22分是给你一个警惕。那我相信你后面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啦。好，谢谢季嘉玲，谢谢啊，这个每一个老师的意见都要谈一下哦。好，那你恭喜了哈。好，还有3个礼拜。3个礼拜。好，加油，好，回头休息。好，那这一支顺便带下去哈。好嘞，3號嚟。連冠權帶來嘅歌曲係《種種煙》。嚟，彈緊啦。相知相爱相思，缘嘅爱就像风中嘅花蕊，断在幽暝里，掉落随风去。感应嘅缘分线，注定难相思一生。感应的路断了线，烟多情空余黑。假使有来生，不惊你变心，只怕来生难再相遇。茫茫人海里，奈你情动意，永会在你手中留下印。假使有轮回，不惊你变心，千山万水也袂牵动你，画在你手中的印，永爱在来生相依。假使有来生，不惊你变心，只怕来生难再相遇。茫茫人海里，奈你情动意，永会在你手中留下印。假使有轮回，不惊你变心，千山万水也袂牵动你，画在你手中的印，永会在来生相依。假使有来生，不
哥好，蛮深情的哦。哎，阿关姐好，你好，你好。阿关姐，啊，你这样意思空色很阿关姐，对吗？妹，阿关妹，好听一点嘿。你有说是啊哈？有说是啦，有说是啦，係啊，比賽時節應該接讀到。哦，冇，我係向來轉來嘅時節將認識嘅。係啊係啊。你 TV 節目當中。錯，係啊係啊。不過佢今日帶來一條歌，你像我想要挑戰尤大師的歌曲。因為那時候哦，就是掌中音嘛，哦，那個協議底尾度啊，有一個表演。表演的協議，哦，定係個親人，就代表我啲表演嘅咩親人嘅爬上來，哇，那個故事講得亂七八糟。應該係那意思啦，講個意思應該很多事情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冇錯啦，佢條派非常嘅好表演，係慢慢嘅用揭起來嘅。這誤打誤撞進入演藝圈，然後就開始表演的活動。沒想到現在一直從500塊這樣一直等級到現在已經是5位數的這個數字了。恭喜你哎！這真的我們大家也看得出來，看得到。關權的努力呢？真嘅。哦，他有幾次的這表演，不管那跟那 TV 節目也好啦，哈，你看佢那 video 阿公阿婆按5號來要參加比賽，這種努力的這種精神，真的值得大家唾棄啊！不，值得大家鼓勵啊！鼓勵。行，這個真的要嘉許一下哈。對啊，那邊欣賞的公平。這邊欣賞。好嘞。不好意思，我在尤大师面前要先讲，平月亮叔哥哥正经董南冲，我本意用迄份书油，哈，不过这样子的节奏的歌，我一直觉得你掌握的不好，因为你的轻重没有唱出来之外，你一直浮在上面，就像你看不懂你真正的心肝度在上马街，这是很不 OK 的，因为观众会看得到。看得到你的表演的时间有没有诚恳，不管你的技巧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诚恳这件事是我很要求的。好，当然基本我本来用迄份书当多，还呢其他部分我希望自家这个上看啦，还有3到礼拜，我希望有机会轮到来公平的时间，来找人问你拢来讲，你迄马该你迄样扮演的林冠权，好冇？加油！是我們花蓮的阿姨哈。亞述國會對我唐東創嘅方式來講，係講用頭擺機來感覺嘅話，其實有進步，有進步。啊，做係講可能啲 pop 嘅部分也係我比較在意的。好，就是我們唱歌除了情緒之外，基本功最怕的就是音準個 pop 不過呢，我很喜歡你最後面那一段的升 key，雖然沒有升準，可是進去的時候的情緒卻讓我感動。雖然沒有掉淚啦，哈，但是還是讓我感動了。好，安之 C。沒想到哲偉老師很機車之外，世慧老師也蠻機車。沒啦，他還贏不過我，他 U bike。好了，那個看分數了。看分數，向下來看林冠權嘅分數。不差你啦，真嘅。謝謝。不客氣。好，真的啦。哎呀，加油加油！對啊，雖然比96比唔多啦，但是92在他歌唱生命當中能夠拿到90已經算很了。還有3個禮拜啦，繼續加油啦！加油！看到你的進步，對，感動，真的。好嘞，稍後要壓邊邊動會唱。係，宋家澤帶來嘅歌曲《花開哩》。嚟，聽下啦。要同花要開花咧。你知道這首歌羅國立老師寫給誰的？我不知道寫給誰。你知道寫給誰對，我想起來了。哎，姐姐好，有被認出來哈。姐姐好。
有参加个社区个当做个运动的舞蹈社啊，你嘛？哦，跳下来是开心欢。看也个当运动啦。看那你可能跳舞啦。一个礼拜就拜天。总算明白旧年你讲的吧，你爱我习惯于三年换方法，你爱我放下心中的牵挂，爱我无话去甲伊三全无卡，对你的思念来个简单记记吧，手掌的地上铺满的头发，无你的肩头本来变变款风发，爱上爱永远变不怕，对你的牵挂。其实小康老师都很省哦，尾奏都不用。啊，是国立老师很省，本来这首歌是没尾奏的。你知道这首歌的主唱者曼友吗？知道。知道是谁？就是那个哪一个？罗国仪老师，然后罗国仪老师的写给谁的？我不知道写给谁。你不知道写给谁啊？对，姐姐，对，我想起来了。哎，姐姐好，姐姐。有被认出来哈。姐姐好。莫紧张，哎呦，用安度后呢？你今天也不知道他会来代班主持哈，就这么刚好啦。哎呀，安度后，嘿呀，度多唱到人家歌哎。其实好听的歌之外呢，后堂的歌慢演唱入后堂了哈。哎呀，真巧。所以你要不要来一段？我们听矮嘛。哎呀。
黑人已经卡微通了。我只叫你说带了一小段就好，没有叫你唱全部啊。站在这里哈，唱歌比较自然呢。哦，真的哈，没比说也感觉。哎呀，好放松哦。对啊，这两个人唱的感觉不一样，不同味道。那个心情有差啦，比赛的时候也会唱得很酥啊。因为他这首歌，他说他是想象到阿公啊，阿公哈，对，因为阿公以前都会带我去看童话，然后小时候的时候去苗栗看。阿公对你很好，所以你唱那条歌会想起的啊。好，那怎么样？从头用版呢？慧茹老师。嘎珍，老师好。哇，真的觉得你的声音，你这个年纪有这样子的嗓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每一次听我都觉得很享受，就是天生唱歌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位歌手。但是我觉得在未来你学歌的时候，你可以更多的用心去弹。原本你要说歌曲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的起伏，没有任何的画面，没有任何的感觉。以后我鼓励你唱歌练习有画面，练习有画面。你要看童话，童话是什么？阿公带你去看的童话，到底那片童话是什么？你去想，把它放在你的里面唱出来。好，加油！谢谢，谢谢长。很直接，对你还是天生就是出来唱歌，老天赏饭吃的了。哎，好，来看一下，给个分数。看松嘎整给分数。救生衣服。厉害，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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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礼拜啊，哈，继续加油，好吧？好，回做消息。好来，杀了。陈慧水带来嘅歌曲《无年华》。来，弹啦。
歌已经一集里面就出现两条，有老师的大作，真嘅，都係非常嘅有難度嘅歌曲，对哦，因为我现在的歌哎，我觉得这首歌可以是我从以前，因为其实我从比赛到一直现在有机会出了一首单曲，对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就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话。就比如说，其实这过程当中都一些辛苦谈了哈。对，然后可能有很多人会说些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只是想要把我想做这个艺人的部分做好，为自己的理想而做好。就像歌词当中的飘在空中的无言花，对，那我是默默的努力这样子。哎呀，就像对林冠群，对，从500块现在对不对？翻几倍了，对啊，是啊。好，我们就向他学习啊，对，向他学习。好，那就按多话来唱一下那个尤老师的公平。肯定要恭喜你哈。前几在礼拜，N 评审老师一直给你建议的，在后声部的部分哈，你今天第一遍跟第二遍的副歌也做了前声部，第二遍用后声部来做，其实变化的蛮大的，所以对你的唱歌，哪怕以后人家唱这个闽南语歌、唱国语歌都好。第二个就是还是有2、3个小节你有推韵太快了，这虽然已经有改了，好这个但是大概有4句推得太快了，还有最后一个要提醒你的就是继续努力一件事就是咬字，你今天已经对了98%了。真的要给你恭喜！我相信你以后哪怕唱闽南语、唱国语，都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进步空间。这个就是你对自我的要求。这边先恭喜你，然后继续进步加油，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好，那个。像你的毕业欣赏来补充。应该说你迄个动音整音音哦，就是很认真、很努力。也可以上发黑暗用啊，副歌温暖我小小的心房，小感拍了。温暖爱小小的心房。还是你冲口跟死角，鼻音多过喉音，你可以在一些尾音多加一点，多一点喉的音，少一点鼻的音，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音色啦。那其实音客家话发，其实就用喇叭就用嘴型要开，那个声音。音准会不一样，然后音色也会更好听。继续加油！好，然后嘞，来看你看嘅分數。好，接下來看 NEC 嘅分數。救生衣服。你上到呢本書哦，恭喜哦！恭喜！哎呀，一啲好多人，看这个唱歌唱到客家歌唱到很好呢，不得了。98%的咬字了，真的98%。继續加油，真嘅。对啊，这比我都还标准呢。好啦，恭喜！恭喜！来这边当潮。都传统主任钱拿输的啊，对吧？对吧？你哪季拿到季冠军呢？都冇拿到季冠軍，我全部都係聽一名，係啊，但是係年度嘅冠軍。錯，幸運。哎呦，係啊，幸運啦，我一唱啦。冇啦。對啊，唔單止唔看，我講真按後生哦，按後生啊，你連傳統嘅要唱到很好，啊後來一邊嘅流行嘅變到很好。就是創造一個成績在那嘛，係啊，這放眼望去，裡面只有你一個人啊。我相信下擺一定還會有更加多嘅人。可能10年、20年後吧，應該唔會按舊啦。來，好來，呀，今下嘅比賽啦，哈，第3禮拜嘅積分賽，來介紹一下評審先生，好，來。李秋霞先生，蒼永平先生。陳明珠先生、魏生強先生，我哋下嚟唱 Annie 嘅李春夏先生啦，基本應該參賽者嚟講一下。好嘞，Annie 呢禮拜嘅主題就係罵人，啷個比
然后一甲比啊。哦，写人教啊比，哦。今日希望安尼参水歌曲将伊18版的妇女种歌词诠释出来。毋过含咧腔调要注意4级8级咬字弯起，表情咧同你有分数哦。希望唔着今日唔记得歌词啊！加油！真的，歌词一定要记得带到，冇带到，那唱到安好，一下歌词唔记得去打上了的。真嘅。哎呀，来，有奖 TV 掌声朋友。祝新婚帶來嘅平板。主持人好，你好。哎，今日要展现伢们个功夫啊，万一冇办法同比的哈。哦，连咩冇讲冇办法人来比的，就是讲哎，自家投入，以前就会学做伞。哦，所以啊，衫裤全部自家做呀。嘿，呀，顺丰做的自家做。嘿，很厉害哟。哎呦，佢呀哈以前也苏往拿呀衫。哎，腔样咩是今本身自家年做的。个好创伞工啊，就做了客家。客家法夫的，法夫的衫裤。哦，佢那也係做嚟賣啊，做嚟搬間你嘛嘅。哦，我自家做。我自家做。做自家做。自家做，哦。自家做嘅啊，跟做按度量牛做那。做得松年啊。哦，很好。真嘅呢。咁你以後你參賽朋友啊，就嚇，你觀眾朋友去愛把做得下先嘅本嘛，打電話本。你也梁永敏朱文做的。永敏愛嘞，永敏愛嘞。那個我的學妹思涵。哦，真的啊。哦，啊，所以迄個朱文的法，你做乜推佢做啊？咁拿到工錢冇？做得啦。做得啦。做得啦，拿成本。拿成本。所以也係你做到差嘅。冇呢。冇誒。已經算退休。全部退休係。哦。啊，做一個做嘅較多啦。哦，做衫褲咪冇簡單呢，真的，對啊，所以也唔做，還能用牽線啊、料啊嚟有。木做清法哦，牽清球當講。牽清球啊，係啊，像我也牽唔到。啊，朋友他下擺我講，哎，你幫我穿一下針。嚯，那當然。啊，來，聽一下先生嘅公平啊，嚟。小夏先生，係新婚一千強哦，你也是穿個必爽嘅適合。我唔記得歌詞吼，啊甲你看，你阿鳳樓個已經個拿那個衫褲，你看一家做的吼，我記一家身上做的衫褲，真強。而且你細妹認為記得，像我這期個個年紀是太我2歲啲呢，記得我家人出到去學做衫。多少我學的。學的哦。真的哦。哎呦，學做衫，以前學做衫一年叫家人咯，就啱人咯。好咧。安尼講重點嘛吼，
你的身份你上面都弄掉，哦，无法讲吼，因为你是就会你是讲你够紧张的，不过我甲看你唱腔拢无笑容，安尼拢紧张吼，你面上的表情会记得，柔和点点的哈。休长时间莫休长啊，休长时间，你做休长，你要知道是。咬字是冇标准，吼记得。其他吼讲老实话，唱得非常好。不過第三句已經學神的神是哦，我感覺唔知數音多少有較斷掉嘅。其他方面非常好，哈。今日我相信你分數會比以前還好。好，謝謝。好，我就來看一下大家分數啦。好，咁我嚟看你新分機嘅分數咯。恭喜啊！分數也好呢啊！恭喜，還有3禮拜，繼續加油，好嘛？好，安子生，好，再一遍當場，來。好，安尼3分拿得能用吧？拿得，冇啦，等下老幾拿下去，結果竟然主文好誒，怎麼定拿走？我來殺下來。羅秋米帶來嘅歌曲《三個字》。嚟等下啦。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哦，今日展现你乜嘅技艺啊？才艺呢？大家是同多才艺来哈笑，哈笑，这家你客气啦，对冇？哎呀，跟人哈笑嘅才艺啊嘛个。希望老个我们风帅哥主持跳一下那个恰恰。哎呀，恰恰，我唔要跳啊！我唔要跳舞。上班我看到你那个。我唱木头用，我带伞。居然跳歌啊！你老朋友跳歌又做唔得咯。真係咁要跳，唔止係帶那係帶神醫呢，神醫出身木頭呢。係啊，係咪？嚇，我將書條嚟用，我哪會跳？佢會帶嘢啊，冇上過啦。哦，會帶嘢啊？係啊。哦，所以你展現嘢嘅恰恰，安尼有意思咗嘅。竟然用我唔學舞學幾多年呢？該是20歲嘅時節學嘅。20歲學過嘅時節。冇，該中間有停的。停1個月時間。係個結婚啊、出生年啊、上班無閒。哦。係啊，啲下生年態咧是有參加個社區嘅當做個運動嘅。舞蹈社啊，你係嘛？係。哦。你下學嘅很多尊巴。
尊巴，算伦巴，要吗？你看。没该算热舞方面的。哦，有热舞哦。跳下来是给新婚。哦，看人个当运通啦。看人你看跳舞啦。一个礼拜就拜天。某当夜嘿。系啊，礼拜天。恰恰用来跳。恰恰咩做？简单的嘿啊。当。要转圈，嘿，要转圈，嘿。师傅恩佑，嘿，马萨讲唔会跳，马萨讲神秘出不跳，啊，看佢跳，我说唔会跳。問即下好跳一下，好啊。跳下我要跳啊。我冇看到。係啊，我家啲。你睇向書嚟啦，吼。看跳舞嘅時，這個笑容結晶咧。係啲咧。係。難怪唔會跳。跟跳舞咧。我愛誇張好啊！國標舞嘅嘅要嘛？我唔係跳國標嘅啊！更牛啦！那個怎麼跳？年輕，我愛容易啊！唔係，有運動就好啦。總比冇運動啦，對啦，係啦，講真的。加咁跳啦。係啊，所以也做人嘅才藝，你知嘅。係啊。好。更易跳舞啦。跳舞，唱歌嘅，就加個錢拿數嘅。冇唔錯。冇人做同佢比嘅啦。他班兒做嘅變衝山歌有冇？變加跳舞。我哋媽都有冇佢種嘅感覺。山歌了。做得啦。係做得。做好不好？做得。係，好啦，當先生嚟講。陳教授。老手機基本上條件真好，加個嗓子啦，各方面亮度來唱一個山歌哈，基本上冇乜多大問題啦。故作佢唱呀山歌子呀，四平八穩啦哈。當然，我會有幾隻嘅建議佢哈，第一哈，佢有到試唱啊哈，佢會。唔啲喺出力，也係嘛叫我唱到要較高一些些咧，比個音樂要較高一些咧嚇。可比講第幾個跳舞，第二幾個來，最尾一隻是嘅快樂多嘅多。嘅嗬，我留嘅音樂嗬，要差一些些咧。好喺呢邊其實做得去訓練啦，但係有的人彈到彈唔識啦。但係對我嚟講，我建議佢啊，一個部門嗬，叫佢去注意一下，可能佢出力嘅關係，也係乜嘅有上時義工彈到嘅老音樂，係對我哋嚟講就按到唔係親話講啦嚇。但是彈係你彈到親好彈啦嗬，也是講喺呢邊佢做得改進嘅素材嗬。佢對於個音啊各方面都傾得還算不差啦嚇，尤其前面佢個心情舒爽快樂到佢快掉起來掉過，佢基本上係你寬得起來嚇，也對於唱山歌子來講，也係以後嘅一個方式啦。但是剛才講嘅幾個部門嗬，唔是個專於考慮看來，係唔相信，唔係做得表出來談看啦，係。就安尼，好，加油！好，安尼就看一下幾個分數。好，接下來看球迷幾個分數。阿妹啊，好這一那。也係哪個才藝？你要自動叫嘅。自動叫嘅。你都成天龍皮嘅。對。示範一下，比如講前面有一隻鼓嘅啲啊。
哇，你看对吧？我看得。没有，刚刚彩排，嘿。向下嚟看球迷自己分数。什么先生？就是师傅，非常高。打满以后，真的，恭喜哦！还有3礼拜，繼續加油！加油加油！哦，哎，我这个应该也是冠军，有有冠军相哦，哈，哎，谁能跟你比啊？加油！加油加油！再休息。什麼？來，好，三下來。三下嚟要唱到黃美琪帶來嘅歌曲係《廬山歌》。嚟，彈歌啦！世界，爱情的跟随嘞。你天气好。哦，有书哦，很好咯。摸一摸一摸一嘿。我等下跳那么乱的。啊，哦，也係廿個才藝。你要做長久的。做長久的。你細路變亂係咪？對。哦，所以係唔知㗎，剛才這一條一嚿呀。冇算時間咧，就喊出來做。哦，喊出來做這，哎，有煮飯煮出來啊，看一下電視。出聲音啊！好出聲音啊！哎，喊的時間又這啦。哦，所以一條應該建議咧，應該做好嘅。你要清潔。清潔。清潔，你要圍巾擋好整。我哋有冇上來佢是來做呢種東西呢？呀，反正喺做代志咧，你是不上來做啊？哦，對啊，要做動作嘅有帶嘅，用老人家帶嘅。哦，佢會有人同主文嘛？哎，冇啦，全部咩一家閒做就送了隔壁鄰舍。哦，係啊，跟幾家問講用我上講嘅開始。係啊，佢是來做呢種嘅。就講閒吼，是孟州啦。哦，咩孟州一定會比如講同人學啊，從事耳濡目染。以前還沒這麼做誒。
哦，同妈妈学嘅。就从这看妈妈呢，这，哎，就旁边搞，哎呦，以后搞就印着了，是吧？哦，安尼吼，哎，当我还有头脑毛。你空聽唔滿意嘅嗎？唔會聽咯。唔會聽咯。好啦，我們將聰明愛啊，今日閒，咩話下擺會做，叫11個禮拜毛嘅夢啊。哦。毛，啊，蠻好看的嘞，對啊，但係佢冇簡單嘅，因為下世嘅時間，媽媽咪會做。係啊，嗰陣時是非常介意做，其實會開始做帽啊、手套啊，這些都給我們。哦，真係。係啊，手套也有。係啊，阿妹，你細年下世嘅時候，見到真件都好做。阿妹嘅松樹真係厲害。係啊，使用慢慢直起嚟嘅。鏘鏘鏘好啦，你唐先生嚟講片。民族先生，好。書語真好啦，嚇！伊做老畢業會講，什麼人係唔讀書啊？嚇，但是學到書語，他們是做得較好老公啊。嚇，所以我從細我係學當到書語，美容師證照我也要去考。冇關而家嘅好老公。就是充電迄啲啦，所以因為我有書語嘛，佢講拖啲灰，啲細妹做得，安排做得落簡用啊，阿妹啊做sản婦安容易啊，所以我是當容易嘅，本來我是幫我教到嘅。係啊，好，講真嘅呢，唱歌米琴小姐點樣帶來嘅係羅山歌，學習語嚇，所以咩字嚇，我小可。避一點點的口，這安容易，以練下，個學嘅下唔忽然間會踢下，嗬，可能係耳機彈到吧，嗬，有點像人彈線咁啊，但好的好沒有練到轉去安容易啦，嗬，所以唔係講動態生物也冇人扣分啊，嗬，所以再來第三。嘅體嘅就中央會反到安容易呢，嗬，扣你嘅問題啦，嗬，現在雙無問嘅問題，嗬，所以主要係含係可能唔係個本質嘅商業嘅關係，嗬，所以個發生嘅點，知道嗬，乖乖含係種後練，嗬，個每日拖嘅時間，來去嘅時間個準嘅上當洋蔥，所以呢一點可以想辦法用別人來克服，嗬，也唔可以要按度嘅度，嗬，乖乖嘅上。嗬，韓國後嚟咧嚴擋強，係容易嗬，所以走過來過小過還有3禮拜，所以繼續努力好冇？好，哦，分數呢從下過掉嘅安啦，嗬，好。好，安子姐，嚟看一下佢嘅分數嚇。咁翻嚟看 Annie 嘅鉗子嘅分數。恭喜咧！恭喜！係3禮拜這邊啊咧，戴振宇，好，謝謝。好，什麼？繼續加油哦！繼續抗嚇，我忘記了。好啦，沙啦。蘇遠峰帶來嘅歌曲《平板》。我嚟彈啦。
凤姐夫。今日带来迄嘛个东西啊？花鼓啊。花鼓啊，凤阳花鼓呀。我哋喺太太摘嘅花鼓。哦，太花鼓嘅咧。鼓嘅都聽少啲揾。啊，太叻哦。係。差唔多要13打樣。13強下打。13味都一隻鉗呢，強下打呢。上一股當係做到60、80樣嘅。基本上40都打得啦。含通車咧就要60。強下演奏嘅話，總共可以60人啊。60，哦，佢大鼓點係乜嘅咯？佢咩要撲嘅啊？用锵咚锵咚锵咚锵，然後做法啊，锵咚锵咚锵咚锵。花式的，花式花鼓的表演，嘿呐，它还是有鼓的节奏，有那个节拍哈，哎，看轮到那一只大人啊，插像安尼嘅插音樣安樣，係啊，係啊，就係算大團體嘅鼓啊。哦，所以啊，蘑菇有樣辦，蘑菇杜氏家的。對啊。我做的。做一點花式哎。哦，好，對，示範一下，比如講前面有一隻鼓嘅啲啊。魔公主哦，佢有去講拿關西個鼓棒。用。哦，係啊，對吧？係，用人哋。沒有，剛彩排，都沒有彩排，係啊，還有掌轉之類的，這樣子，還有互丟，你要幫我互丟嗎？互丟。我麥克風丟給你。來。啊，不要搞錯啊！哦，佢講興奮劑來做示範下好。興奮劑喎啊！啊，佢同強做嘅係嘛？所以人係呼吸一下啦。哦，來，興奮劑來，興奮劑來教下嚟，來，啊，唔係麥克風下我嘅。來，一隻鼓吹磨快。鬆啦，係。跟人家出去表演嗰晚嘢，你兜下跌睇嚟樣。唔會。唔係，因為平常時床頭向下對人哋那個有默契嘛，沒客。哦。但是我剛看到你教我哋都應跌咧。哦，梗係。我緊張啊！咩啦？冇盤好練那樣嘅。冇盤好練啊！啊，你在練球嘅咯？哦，我哋就練童球咧，從70人三個扮演。練到仲16、17年。做嘛？聖經淘汰的啦，有的人吼，佢嘅節奏感。因為啊辛苦啦，吼，是無法度持久的緊練小下去。一方面呢，迄都早期都迄練到臭面，哦，因為報警產啊，吼，講向臭面啊，有的唔敢去。有的迄提唔到啦。提唔到，較冇節奏感。跟人家練有出去都要表演嗎？有啊，我哋就種喜慶宴會咧都有。哦，婚喪喜慶都有，都會唱呀，有。哦，還有錢嗎？有。哦，安尼以後我多練點。出去練打鼓嘅話，應該有2萬3。哦，出一團係嘛？一團啊！捱到1.2萬3。我俾你練啊！好啦，佢打音樂就2萬3。團啊，因為茶有唱茶啊，他揀嘢啊，他本就出嚟。啊，你好啊，教下你嗬，有啲錢賺啊，咩好誒，要運動。初卡天分，乜嘢都好分。係啊，咁樣要中到人好食。這要記得嘅咁嘅啲。來，那位先生嚟講評嚟。你嘅身長先生。土人問小弟哈，我哋先講嘅歌詞啊。因為我看嘅歌詞講，無論後生就老人家，社區嘅活動都參加。我哋所啲政府對我哋咧社區嘅照顧非常好。社區地方有下台時嘅書法班，有跳舞，有歌唱，還有像咧打花鼓各方面嘅動作，
所以讲，也希望讲咱哋所有咱哋朋友呢，都以参加了社区活动，获得受益落是吼。当然对咱哋受教育的话，个发通的个会好个，对于咱老年痴呆症各方面的对话，会有个改进。生活吼精神愉快，对咱健康当好。3年是讲了，规了整体啦吼。今日涂小姐创了平板山歌。感恩认为呢，不管演奥时，歌带娱乐人各方面，韩国唱歌的速度各方面呢，我认为讲非常的好，对了个山歌的嗰種詮釋哈。希望因為我哋還有2、3禮拜嗰種嘅時間呢，照顧咧求進步，照顧咧唱得很好啲喎。加油！好，希望是校長。我們2、3禮拜啦，繼續加油。係啊，但是想要看贏分數。係，嚟看你遠方自己分數。什麼欣賞？跳色公子。哦，越大步越差哦。對啊，分數真係好。係啊，謝謝。希望後尾3禮拜嘅分數因為延續下去，好唔好？好，恭喜，加油加油！這邊當中，謝謝。好，下來。彭水峰帶來嘅歌曲係《路山歌》。嚟，彈啦！學時3年，幾好，水天好。3年西藏演唱會是出事，一開始學嘅時間1張要50個元。抽了。50個元。對你們來講什麼概念？都得買東西啊。世界，愛呀巴拿，老愛。13年。全靠他呐！两位主持人好。按意境哦，哎呀，不用一种灯那种嘛，嘛个意思啊。上一杯你抽，本来抽，佢咁抽得，抽得啦。嗯。我來試看下好冇？也水管的呢嘛？水管。哎，全部水管。水管的做燈了。哎。嗯。抽得嘞。抽得啦。唔會憋的啦。你吃過那啦？縮小版。縮小版。愛抽沒抽得啦？愛抽應該抽，愛是講吉娜喺度抽嗰個。你莫跳舞咗啦，唔好跳舞啊，莫跳舞。真係抽天天。強嘅抽。也抽得了。嘿，抽得。哎呦，哎。
感觉我辣的样的呢。唔会啦，冇人会跳舞是吧？哎呦，错了又变阿杰了。哎呦，不错呢。哎，呀，底有乜嘅喏？有塑胶罐抛开来，抛开来，哦来放盆尾平。哎呦，放来盆尾平之后咧，因为我有一种树叶喏。要是我转行啊，你做乜嘅？做水天啊。哦，水天啊。水天唔做幾多年咧？從畢業可以做了65歲咧。哇！咁你到底嘅台灣水電工啊，做咩？哦，係啦，係啦，係嘛？係啦。做我50年，差唔多咧。哇，冇簡單咧。哇，厲害厲害。這個等下就帶轉哦。不用帶轉，不用帶轉。好了，開玩笑。哦，哎呀，陳一董哦。夢創真嘅。真的也很有創意。剛剛曾校長講的。來，彈一下欣賞的口訣，從容用白。你水風先生，你上年講到出發冇發現嘛？啊，當浪調哈。你浪調是講你跳那講到好按金光閃閃哈。後生時陣，阿爸然後我送到師傅教，你喺教師嘅時陣，本身建議，你摸一下子樹葉就下來。你跳腳就下順嚟啦。對，還有提示記咩講？已經實作全科他，實作全科他，那師傅教，呢兩個是專業方面，希望上衣再下來唔按腳，就下順，就是挺可惜哈。希望以後會吼，還有繼續創了路上過嘅時節，你就我家兩隻講，你就決定你叫過進，哦，加油！好，謝謝，好，按你哋看一下兩個分數。好，向下嚟看拍攝風嘅分數。分數咩好？非常準備。我在佢家有講過嘅哈，佢學水天學真名就係3年西藏一張開始出師，一開始學嘅時間一張50分元。抽了。50個元。對你們來講什麼概念？都得買東西啊。50，對啊。係啊。可以用50分元做得到嘛50分元啊，迄順面都是1多萬哦。1多萬。計下2條1萬啊。1萬面，哦，2條1萬面。計算以後咧啦，有啲人冇錢咧哦。冇錢咧啊！我同學有嘅學冇錢咧。哦。係學冇錢咧哦。啊，學師啊，就是石頭架，都知道吧？錯啦，石頭架，水頭架。石頭架，水頭架鳥。沒啦。石頭架，水頭架啦，係啦，他個叫幾多空啊？啲水啊？梗係有飯食時候啦，梗係是推啦。對，但是學數年學到，是一世人。真嘅冇簡單。真係冇簡單。係啊。係啊。好，哎，分數今日當好，恭喜哦。好，繼續保持，繼續加油，什麼？好，在邊當炒，好，上下來。請面書帶到嘅歌曲《平白》。來，等啊。
面书狗。两位主持人好。面书狗，唔该，其他沉水朋友全部要带去传医来。系啊。这冇那个两手空空，两串香蕉。带冇空用的啦。啊，唔带乜嘅？登山嘅经验，登山嘅经验有乜嘅好掂呢？你哋係呢個蔓延是爬過山咧。我當然要爬正頭山。我爬百岳排60座。哦。60是唔錯的哦。台灣百岳，超，你就已經佔了3%，三分之二，差唔多係啦。爬過很多啊。我做個無意中啊，爬山感覺嘛，山當我帶1年的時間，個天熱啦，根本真係非常的缺。不過天熱那個頭腦特別的清醒，我工作效率特別的好，所以我就迷上了爬山，爬他們有10年。10年的時間。做過副村長了，還有玉山哈，玉山有遇過。那個剛剛那個什麼這個。對灰是我應該設計啦，對灰對起，還有個吹果嘅嘛，然後咁樣我寫一個吹果呀，對付咧，還有幾筆也可以秀一下。那吹果嘞？哎呀，這個兩隻老虎的曲子。兩隻老虎。歌詞我下甜嘅，可以鼓舞士氣啊。登山以前衝啊，很嘅。結果上山當個欠唔容易，再停下來，再停下不容易嘅。高我同講，也好，用兩隻要衝一下兩個吹狗。所有的那個登山隊的，搞不好都會把這首歌拿來當他隊歌，也不一定。用啊，他們20年就這樣用啊。兩隻老虎，有冇？來個。不怕辛苦，不怕艱難，大前隊，為了身體健康，為了美好人生，多運動。還有隊伍了啊！還有隊伍。登山樂，健行妙，登山健行妙，放深山，走古道，人間仙境我嘗到。不差啊！動力精神，真的喊一喊，呼一呼，大家上山就特別有精神。真的，但是呢，爬過呢60人錯啊，呢百岳哈，山呢有乜嘅發生乜嘅狀況啊？這個高山症，為的高山症，不是還沒有高山，他們慢慢的克服的。慢慢的克服。還有這個登山以前呢，沒有做很好的那個計劃，計劃書我下出來，送到警政署。還要計劃書。將來通過你的入山證啊。千萬唔好呢，這個單獨搞，咁講這個動力去做負責人就走了。計劃做主權啦，好，這個有機會。上一次人家也是約我去爬玉山，我說我爬枕頭山好了，不要。這個深夜冇爬，後邊衝山過，心氣有改變，年紀也較大啦，繼續啊！佢用退休過，係咩啊？想繼續回到登山最要去爬山兼衝山過，用出來。全部都山有關聯嘛。係啊。對，唐下那邊欣賞的風景。唐高中。美術國嘅爬山，故說佢嘅肺活量會比較較好。真的。美術國創下平板吼。基本上佢家創喺平板4平8穩啦吼，聲音各方面啊都好。不如講有機會可以上去老人講嘅探討一下吼，可以研究一下，因為而家創一下平板吼，就很制式化。你有注意冇？你講客山唔多用雜料，後廚唔係用雜料，反正都係天氣帶水沒雜料。中年有咩雜料？唔是用按頭料，本身佢客山就客山，帶水就帶水，去研究一下，唔是個加嘅雜料啦，加嘅雜料也唔會較好糖呀，非常用嘅嚇，也可以去研究一下，而家嘅省啦而家熬絲各方面還算不錯啦那就建議啦。加油啊！好，我哋看一下人家嘅本書。好，跟我來看一下你面書過嘅本書。
哎呦，哇！粉丝好，非常好，差多8台要散，粉丝啊还好。嘿，安志先，什么？继续加油！好来，这边当我做，加油加油！还有3礼拜，希望大家继续来看一下安尼节目，到底蔓延要去亚贵的安尼冠军。你讲伊马莎千万唔好错过 Annie 嘅节目哦。对，嘿，今天安尼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哈，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啦哈。来报告一下好创国的朋友。好创国嘅朋友嘅把 Annie 嘅报名专线係0966676666，纯正天发0227478231。等一下大家来报名哦。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呢，阿妹来多谢辛苦的评审现场，谢谢。什么长水大？谢谢安主持人。什么辛苦嘅小天老师，我最紧张。谢谢老师们，谢谢，辛苦了，可以回家了哈。还有工作同仁们，大家很辛苦大家。希望大家唔記得下禮拜同一時間收看呢。腦熱大擂台，腦熱強下來，再見。謝謝雨杰，站好。